你是顾诗一没错吧？我特别喜欢你，可以拍照吗？我也要，可以拍照吗？哎，帮我拍一下。谢谢，我帮你拍。帮我拍一张。哎呀，好帅呀！不好意思。顾十一，你现在越来越长进了，啊？你自己说说。我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谈恋爱。你现在刚刚出道，刚刚有点人气，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你的人气有多大打击吗？啊？对不起。小女朋友谁呀？护得还挺严实。不过，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不会是公司的艺人吧？这怎么了？发这么大脾气？董事长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管理好艺人，竟然让他被拍到这些绯闻的照片。就这件事情啊，没有关系的呀。爱情这种东西，一旦来了，自己也控制不了的，对吧？所以顾十一，你不用太过自责，我不会干涉你的感情的。社长，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嘛。顾十一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有点小绯闻，也是赚眼球的好时机啊。好，你小子下次要是再被拍到这种照片，你就死定了，知道吗？趁这段时间，好好去爱吧。以后你们的时间可就不多了。我是说，等你出道以后，就越来越忙了。所以你确定他没有做整容手术？是的。什么时候进英华的？去年年初，英华娱乐签了一批新人，他负责带那批新人。我们找到了一张林贝拉曾经用过的证件照，对比他现在的身份证照片，无论是骨骼上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，都不是当前整容手术可以达到的水平。而且我们还找到了一张与林贝拉小姐非常相似的证件照，但是这张照片是20年前拍的，等于说这20年来林贝拉的长相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。知道了。雪姬，嗨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也不进去坐坐？哎呀，又给我带迟到了吧？哦，今天没带啊，下次再补给你。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雪姬，我想问一件事。
什么事儿啊？雪姬，这世界上像你一样的人还有吗？我是说，像你这样特殊体质的人，还有没有别人？我不知道哎，希望不要再有了吧。拥有这样的特殊，并不是一件好事儿。如果再利用这样的特殊为非作歹的话，后果更不堪设想。毕竟像我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只会让别人感到恐惧和害怕吧。我知道了。哦，你今天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事儿呀？也太麻烦了吧。顺便来看看你啊。这什么呀？艺人资料而已，没什么。艺人资料，也是故事吗？没有。嘿嘿，是不是准备接故事一？花多少钱？重金。我才不要欠他，有没有我帅？我走了。拜。江淮啊，这次回来多住几天啊。妈，嗯，你跟雪姬妈妈很熟吗？你们很要好吗？也不是特别的要好。她这个人吧，对谁看着都随和，但是啊，却很难真正走近她。你怎么突然问起她了？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阿姨对我很好，但是那个时候年纪太小了，记不清她长什么样子了。记不清长什么样子，你看看雪姬不就好了？那雪姬跟她呀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连动作、眼神都一模一样。不是说雪姬是养女吗？为什么会那么像呢？妈，你还有关于善爱阿姨的东西吗？我想看看。善爱不爱照相，她不喜欢照，那张照片还是我硬拉着她照的呢。那个时候摄像机不是才出来吗？我们都开开心心的拍，可镜头一拍到她，她就躲，所以那些录像带里面呐，她的镜头就只有1-2秒。那个录像带还在吗？能给我看看吗？雪姬，妈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这孩子。回来了。你就是善爱对吧？你想问什么呀？回答我是不是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怕我说了你会害怕。你之前不是也说了吗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像我这样的人，估计就会乱套了。江淮，你不害怕我吗？刚开始猜到的时候，
确实挺害怕的，可是后来想通了，就不怕了。学姐，就算你生活了那么久，可你也像正常人一样，会难过，会开心，你也一样会吃饭，会睡觉，你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而且，学姐你那么善良，我为什么会怕呢？不离家出走啦？不了，再也不走了，我就要留在这里，每天给你做好吃的。我饿了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吃什么呢？不准吃泡面。可是泡面很好吃啊。就是不准吃泡面啊。喂，你到底是谁？照片里面这个人是谁？他拿的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他杀了我妈？你是对我感兴趣呢，还是对照片里这个人感兴趣呢？